Hello， 大家好，我係 Kiki， 今集咧係同大家嚟到坦洲最大人氣最旺同埋配套最齊全嘅一個大型社區，就係中澳春城呢度咧嚟俾翻一個重磅好消息大家嘅。點樣好法？嗱，如果之前咧有了解開呢個中澳春城咧，應該會知道佢嘅單價係賣到15000、16000噶吓。而今日帶俾大家嘅好消息就係最低嘅單價11000幾起，你就可以喺度買到準現樓啦，係咪好正咧？即刻將你成個成本預算大大咁樣降低咗。所以如果之前有睇開仲諗緊嘅朋友仔咧，依家即刻要捉緊呢個機會揾我買咯，因為我會送翻俾你全屋嘅家私電器啊，28件套嘅大禮包，千祈咪走雞啊！嗱，住喺中澳春城呢度嘅話，你仲可以享受得到佢嘅香港直通巴，仲有奇關巴士，無論你想去香港定係想去澳門都一樣咁方便啊！而且10分鐘你就可以去得到華發商都同埋優越城喎，大型嘅商業中心就可以滿足得到你所有嘅吃喝玩樂啦。所以話你話好正咧，人氣旺嘅地方一定有佢嘅優勢啊！好啦，咁我依家咧即刻帶你上去睇下，究竟11000幾起嘅單價可以買到啲咩單位？走！重磅福利來襲，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再附贈驗收樓服務。立即報名睇樓團，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當日往返2日1夜 ，VIP 私人定製專屬行程，3條路線任你揀，全港專車包接送。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先嚟帶大家睇呢個咧係118平方，仲有4房嘅戶型啊！嗱，咁佢係一個南北通透雙露台嘅設計嚟嘅。右手邊嘅話咧就係一個餐廳啦，咁啊繼而咧就係一個生活露台。示範單位呢邊嘅話咧就選擇打通埋佢，咁樣嘅話咧就可以有一個落地玻璃，完全可以欣賞得到出邊嘅河景啦。嗱，咁隔離咧自然就係呢個廚房啦，廚房亦都係做咗一個大 L 字形嘅設計嘅，使用起身咧就會更加之方便啦。嗱，咁啊過翻嚟呢邊咧就係一個大客廳啦，呢個客廳咧足足有成4米咁闊啊，坐喺度簡直都好似個小型電影院咁樣。嗱，呢度咧就係露台啦，露台係超大喎。嗱，雖然咧好多露台同呢度一樣啦，都係贈送到1半嘅面積嘅，但係咧因為呢個露台實在太闊太大啦，佢送1半咧基本上等於人哋成個露台嘅面積啊嚇。喺呢邊望翻出嚟嘅話，就可以俯瞰翻自身嘅園林綠化嘅景觀嘅。咁啊做咗動靜分區嘅設計啦，自不然咧4間房咧都係享受翻呢邊噶啦。嗱，咁啊呢度咧就係一個客廁嚟嘅，咁到時交樓標準嘅話咧都係做翻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設計嘅。嗱，對面咧就係第一個客房啦。嗱，其實呢度每一間房嘅話咧，佢嘅整體嘅一個使用咧都係比較方正實用嘅。呢度就可以做翻個書房啦。而最後咧過翻嚟主人房呢度嘅話咧，示範單位佢做咗個打通嘅設計嘅。正常嚟計咧就係呢邊一間房，咁跟住咧隔離仲有一間嘅。咁但係為咗提升翻主人級嘅享受啦，佢就係打通咗2間房，一個咧就作為呢一個衣帽間啦，中間咧就作為做翻呢個套廁，咁啊再過翻嚟咧就係主人休息嘅一個區域啦。咁啊其實咧咁樣嘅一個設計咧，令到主人級嘅享受咧係真係會提升咗非常之大嘅一個體驗感喺度啊。所以大家咧不妨可以參考翻好似呢個示範單位咁樣咧，去做翻大概一個咁樣嘅設計，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啊。好啦，嗱咁啊介紹到嚟呢度，大家都好想知道啦。咁其實有冇啲細啲嘅單位咧？因為有啲人咧會覺得，單位太大，咁啊即係我間唔中咧，可能1-2個人或者2-3個人啦，咁樣攞嚟動下間，太大可能唔需要，唔使急住。我依家帶大家嚟睇翻個細啲嘅103平方嘅3房。呢個咧就係103平方嘅3房嚟嘅，咁佢係做咗一個廚廳式嘅設計，入門口嘅位置咧就係呢個餐廳同埋廚房啦。示範單位咧佢係選擇就將個廚房咧全部打通晒，咁入到嚟咧整體嘅空間感咧就會更加之強烈嘅。咁啊再過翻嚟呢邊咧就係一個客廳啦。嗱，市面上咧佢係贏咗好多嘅一啲戶型嘅喎，好多100平方左右嘅戶型咧，佢哋基本上可能都係會保留翻喺大概3.5米、3.6米左右嘅開間，但係呢度嘅話咧佢係有成3.8米嘅開間啊，所以入到嚟咧，餐客廳一睇嘅呢個空間感係非常之強大噶。嗱，露台一樣同啱先嘅4房大單位都係一樣咁闊咁大啊！你話犀唔犀利啊？即係佢係大到你完全可以4個人喺度打麻雀都完全足夠嘅嗰種。跟住咧做埋個風窗設計咧，咁整體嘅呢個採光度啦，同埋望翻出去園林綠化嘅視野咧，又會開闊翻好多啦。嗱，再過翻嚟呢邊咧就係3間房嘅位置嘅，咁啊示範單位呢邊咧就將第一個客房咧作為一個開放式嘅書房，一個休閒空間喺翻度噶。對面咧就係客廁啦。咁
咁啊，其實咧喺翻中澳呢度生活嘅話咧，其實都真係幾舒服。從邊一方面可以睇得出咧，就係從佢嘅入住率啦。皆因咧中澳春城咧，你真係過到嚟現場，你自己可以睇一睇佢之前賣緊嘅，之前已經住開嘅1、2、3、4期嗰啲咧，冚唪唥都係住滿晒人嘅，個露台冚唪唥都係啲衫嚟嘅。所以其實如果一個人氣咁足嘅小區嘅話咧，亦都係證明住佢呢邊嘅一個居住嘅體驗感、舒適感係非常之好嘅，先會咁多人喺度住嘅啫。咁啊，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個人氣更加旺、更加足嘅人氣大城嘅話咧，我覺得你真係可以揀呢度。再加上咧呢度咧位置比較方便嘅，你想享受翻一啲商業配套嘅情況下啦，10分鐘你就可以去得到華發商都同埋呢一個坦洲自己最大嘅商業中心優越城。係啦，咁啊，然後咧自身咧亦都有呢、個香港嘅一個直通巴啦，又有奇關呢個巴士啦，可以去到拱北口岸，亦都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同埋咧翻到香港又方便翻大家。咁所以喺翻呢度居住嘅情況下啦，咁我好似一啲生活嘅配套啊、交通上嘅便利啊，都可以提供得到。咁啊，再加埋咧，依家呢個價錢真係超抵啊！因為之前咧係講緊啦，15000、16000嘅單價，但係依家最低11000幾，你就可以買得到啦。係啦，咁啊喺今年年底就可以收到樓噶啦。所以咧，到時你哋如果買嘅話咧，記得揾我，因為我係會送翻俾你全屋嘅家私電器嘅，一共咧 total 係28件套大禮包㗎嚇，所以千祈唔好走雞啦。好啦，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